宇宙规律，就是老子呢在这一章跟我们讲的。首先，宇宙规律有一个叫阴阳太极。所以后学说一定要先认清楚规律跟道的关系我们在这边才会过一品好，首先就是阴阳。老子他悟出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所谓的二元对立呢，就是好与坏、光暗、悲欢。我们说悲欢离合，你看这4个字它就是二元对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任何事情它都有正反两面。那我们所谓的好与坏，是我们人所定义出来的标签。老子要跟我们讲的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二元对立，我们不要看到好的就高兴。